疫情升温，惨这个死亡的人数嘛一直咧增加。今仔日死亡的个案是49例，累计这个死亡的病例数来到431例，致死率是0.4%。指挥官陈时中讲，致死率阁会阁提悬，但是希望莫超过1/1000。要安怎来压低着台湾的致死率呢？感染科的权威医师王立明讲，第一，减少长照机构的灾情；第二，符合组第4剂预防针的民众要赶紧去做；第三，快筛阳性就是确诊，要扩大适用的对象，安尼就有机会甲台湾的致死率甲压低。每一个赛季声音拢互人真紧张，嘛，互救诊的医护真有压力。随着疫情欠悬，死亡人数一直增加。5月19，死亡人数增加59个，致死率来到0.4%。估算这波死亡率会继续增加，但是中嘛讲真可能莫互死亡率超过1/1000。专家嘛建议时代免疫力系统较低的人爱特别注意。目前最重要的族群应该是在长照机构里面，还有在家里的老人。那家里的老人呢？就是家里的成员要小心，不要得病去传染给他。那也要鼓励这些人，还是尽量要多打一剂疫苗。新冠它的引起的重症，它的比例非常的低，重症都是它跟它同时存在的一个病，我们称它叫做所谓的共病。它的风险因子，第一个就是年纪大嘛，第二个就是肥胖。第三个就是糖尿病有并发症。虽然 Omicron 疫情症较济，自然感染造成的免疫力比主疫苗好，不过敢若少年人适用，对其他的族群完全未堪得自然感染，敢若会增加重症和死亡风险。现阶段要增加长照机构的灾情，会当做第4剂疫苗的人赶紧注疫苗，而且扩大快筛阳性确诊适用的对象，减少医护人员采检的负担。如何让这个医疗能量不要花太多在我们的这个筛检，而用快筛来取代它，加强医护人员能够恢复成医疗正常生态，让他能够好好照顾这些病人。面对和病毒共存，减少死亡和重症率是头一个目标。民众嘛要有自我监测的意识，才是真正和病毒共存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